嗨，你们好。诶，我的海底平底衫不见了。啊，不是说这个潮流计活动结束会保留的吗？诶，还是我被游戏骗了？在背包上面找到了。啊，在背包里面啦。活动结束之后，他就把我的平底衫放在背包里面了。哈，这个游戏是在吓唬我是不是？原来他已经把我保存在背包里面了。本来活动还在的时候被改变了，结束之后就会在背包里面，这就不再吃了。宝贝声表情，嘿，在背包里有宝贝，平底衫后来就被放到背包了。